欢迎收看汤姆叔叔频道。这个单元叫做5分钟学台语。如果你对台语呢不是那么熟悉，就可以收看汤姆叔叔这个频道。我会逐字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跟你讲。很熟悉的也可以啊。熟悉吗？是对啊，熟悉的也可以啊。熟悉也不见得会因为太深了啊。如果我们可以从最浅的8声7调，你可以回过头去看5分钟学台语的第1集8声7调，第2集也可以看，就是平声，每一集都可以看，每一集都可以看，那错过了我就不知道了。好，那上集我们讲是 A 开头，对不对？上一集我们讲是 B 开头，对不对？好，其实 B 开头还有很多字，好，有一个字呢是那个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的8，这个字也有多种念法。boy， 好，这是一种念法。对，是一种念法。那今天呢，要叫大家念的这个是这个念法叫做爸不是上次讲过的紧密吗？这是这么是咱两个相捌。相似。好，相捌。好，捌，轻声。对，这个字我也比较少用，说坦白，我今天也是第一次知道说，这8原来是也可以写捌。再来，我记得上次有讲过有紧密嘛，紧密那个字密，就密好，上次讲的是不一样的字，这次讲是紧密的密，也是念好，所以有些字是同音，有些字是不同，用在不同的地方，好，就是通用的意思啦。这个字我们就常用，袂记的袂，唔通袂记，袂记，麦汁。对，那个袂，那个袂要怎么写？就一旁一个绝，有没有绝的旁边袂？好，袂记这个袂，这个袂呢很常用，汤姆叔叔在写歌的时候常用，袂 why， 好，这种无，这个常会用到，好，但是都不会写，对不对？袂记，你哪会袂记我？你为什么袂记我？好，这个我用自动生成字幕是生不出来，一定要手打袂，好袂，对，所以它这个字那麦子的麦嘞？袂啊，袂啊，袜子嘞？袂啊，好难。这个袂记，还有什么袂当？有没有？袂当，袂记，不可以。袂当，好，袂丁袂当。对，袂丁袂当，袂丁袂当，袂丁袂当嘛是这个袂，好，袂，好，就是袂，我们要袂，对不对？袂，如果要怎讲？如果if 我们常讲说，那是买，有没有？咱那是买，就是这个买。咱那是买安怎？要，对，买。咱那是买安怎？这个买就欲望的欲，我想要买 I want want， 起码是讲英语，这不是讲台语。 I want 就是讲台语，买就是欲望的欲，我想要欲。江蕙的歌词很多都有用到这些。对，你若要有好时大，有没有？对哈，对这个字嘛，差点要唱下去。对，没关系，你唱下去，你可以参加汤姆叔叔音乐电台。那 B 呢，还有一个字叫咪，小来咪一下，咪一下，小妹一会儿，小咪一下，小咪出来了啦，咪一下，不是咪一下哦，好，用小咪一下，我来小咪一下，不是咪一下，
比起来啊，它是 B 的音。小妹，小妹，对，比起来，比起来，比起来，这妹啊，比起来，比，哎，比是什么？米嘛，米嘛，吃的米啊？对啊，米啊，米嘛，我说米嘛，你都要讲米嘛，微风就是米嘛，米风嘛，米嘛，米的米起来就是米一下嘛，好，米还有一个 B 啊 ，B 潜水的潜水，那边米，潜水叫米，哎，米，没有更通俗的说法吗？唱水，潜水叫唱水，对，哪讲米水，米水，对，叫墨，粉末的墨，好，米水，台语叫做米，就是潜水，对，米，好，啊，你们用唱水米，哎，为什么台语会说唱水米？就是有米，长有点是下斜角，米平的。啊，谁发明的啊？米。哦，这是台语的用法，是不是很有趣？很恐怖。很恐怖。对，好，我们下次见。